那么下面就是说摩山这个位移啊，分2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造论的方式，还有一个会向善根。首先，第一个造论这个方式呢，所见即清净，大悲真究竟，30世道言，我得甘露为，原以4道理，4以得平常。那么就是这个佛陀呢，就是其实具足就是这方面的功德，就是所见即为清净啊，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面前的话呢，一切这个世间的万物的真相呢，就了如这个智障啊，就是全部就是见得这个清清楚楚，然后呢，就是对世间当中的没有洞达这样的一切诸法的真相的众生呢，就是生起诸遍的大悲心啊，就是大悲呢，就是完全都是得以究竟的。所以，法称论师呢，就是在这个释量论当中啊，就是宣说这个佛的功德的时候呢，主要从2个方面讲的，一个是这个智慧，一个是大悲啊。就在这里呢，也说了，就是一个是所见清净，我们凡夫人呢，所见没有清净呢。就我们这个全实是有言以这个所见的，有遮蔽的，就没有界限。而我们的大悲心呢，我昨前天所讲的那样，还是有界限的，有这个有条件的，就是并没有这个诸遍一切。而佛陀呢，就是完全就是相反的。因此，这个释量论当中也说了，就是以悲所善妙，以智所真谛啊，就是以智慧的话呢，就完全通达一切诸法的真相。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就是佛陀以智慧呢，就是宣说这个空性的真谛，明眼的这个真谛。然后以悲心的话呢，就是宣说了，就是一切众生是如何从苦海当中获得解脱的最这个殊胜的方便方法。因此说，他这里具有这个智慧和具有大悲的这个佛陀啊，所开始的这个道呢，就是我们已经这个获得啊，就是我已得到这个甘露味。就是深深什么这个神寂逆息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发心我已得啊，就是以前那个佛陀获得什么这个真悟大彻大悟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是这样这个说过的。因此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神寂逆息的这种像甘露一般的这种法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带呢？就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4种这个道理，还有这个4种这个意志，这种途径呢，就是可以这个获得的。因此，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就是大家都是应该想一想，就是这次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论点呢，虽然这个有100多个颂词，就是不多，但是在这里面呢，给我们讲了一个窍诀。这个窍诀是什么呀？佛陀所证到的这种这个境界，高僧大德们所证到的犹如甘露般的这种真正的这个法位的话呢，那么通过这个4种真理和4种依止的方法，这种窍诀才能就是完全就是获得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方法的话呢，就是除了极个别的一些这个前世有缘的一些逆根者以外呢，一般的我们普通众生呢，就是得不到的。所以现在实践当中有很多人这个修行呢，就真的是成了这个盲修下年，就是非常这个可怜的。分享此甘露，然于此作舍，有犯其道者，难常法妙为，见此一尽也，最近教信主。那么这个详述这样的这个甘露妙法的这种醍醐味道啊，就是这种美味的话呢，其实这个应该说是如果因缘具足，就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和这种这个因缘聚合的话呢，就是大家每个众生呢都可以这个分享的，都可以就是得到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佛陀呢就是对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都这样这个宣说的，但是自己真正能获得呢，还是有一种缘分的这种差别啊。比如说我今天呢，就在给你们这个所有的人呢。就是包括这个电视面前的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在座的各位面前呢，都已经讲了摩诃仁波切的这个甘露教法。但是呢，
下面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呢？也不一定的。有些人呢有信心呢，有这个善根呢，有各方面的希求性的话呢，这次我们学习这部论点的话呢，以后可能这个众生当中，乃至这个生生世世呢，对他来讲是受益匪浅的。然后有个别的人的话呢，不但是生不起信心，反而呢就是可能生懈怠呢，也有这种可能。极少数的来讲，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呢，众生是虽然是这个平等的，佛陀宣说法门的时候呢，也是平等的，但是根据众生各自的这个因缘呢，就是所得到的方面呢，就是不相同的。尤其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就是至于这个末法时代啊，就是物质这个非常猖狂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恶劣的这种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虽然就是佛也这个宣说了这个如甘露般的这种妙法，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背道而驰，没有呢，就是按照这个依靠这个四义和四种真理来，就是开始希求这个佛法的甘露啊，就是并没有这样的做。既然没有这样做的话呢，那他这个因缘聚合所得来的果是不可能的。因此呢，就是很多人很难以就是品尝得到就真正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这一点不仅是现在我们这个以前的话呢，就是这个佛陀涅槃之后呢，就是实心论师也是在这个俱舍论的后面说是这个本师的这种世间名目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世间名目一毕啊，就是已经这个世间的名目呢，就是已经实现圆寂。然后看为这个真人的就是看为这个真人的这些大多数的像目犍连啊、舍利子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也已经这个灭入圆寂了。然后没有见这个真谛的一些放肆者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这个邪分别来扰乱这个佛教，就是当时俱舍论的这个后面呢也这样讲的。那么那个时候的是像这个实心论上，还有实践当中的真正的这个像成为第二大佛陀的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呢，也是这个在世的。但现在呢，真的是末法时代就真的末法时代。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有关这个《楞严经》当有些大乘经典里面也说是这个邪师呢，就是像恒河沙数那样，就是非常多的就是邪师说法者，确实是现在要说这个真理的复活世纪这个教理的这种这个上师呢，就是也是像这个白天的星星一样，就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说一些这个邪道分别这种人呢，算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呢，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根本没有尝到真正佛陀这个成为这个娘师父所讲到的，而你所称的上面所讲到的这种真理啊，这是很多人的就根本没有就是通达，就是非常这个可惜。所以门峰仁波切呢，就是见到这种这个此时此刻他已经见到了现在末法时代的这各种状况，就各种就是个别的这些情况之后呢，心里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对这些可怜的众生升起呢非常这个就是亲近的利益他中的这种意乐。就是看见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很多人都根本不懂，就是佛陀成为娘师父，然后对这个佛教的真理要升起信心的话呢，通过四力四义来，就是起真心呢，就根本没有这个，所以呢，就是升起背信了。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佛法如意宝呢，就是有非常这个诚挚恭敬的这种心呢，就专注了我们这个就是戒意慧见就是这个戒意慧见。所以当时门峰仁波切做这个戒意慧见的这个心情呢，应该是一方面是对可怜的众生升起极为怜悯之心，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佛法如意宝呢，就是升起这个极为难得恭敬或者说是非常敬仰的这种心情来开始专注了这部论点。我们这次学习的时候呢，也的确是大家应该有这样的。我个人来讲呢，还是有很难得就是再加上呢的确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人不以人知而以法。在这些道理的话呢，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真的这样想，这个翻译出来赶快早一点讲的话呢，不敢说是所有的人，极少数的人可能也许是就起一点作用就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只是依人，就是不依法，就是依法的人很少很少的就真的是对这些人呢升起一种这个悲悯心，再加上是对这个佛法如意宝呢，还是有一种恭敬心和难得心，还有呢就是
就是觉得就是非常珍贵的这个信呢，以这个信呢，就是我翻译的时候呢，也的确有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啊，就不敢说是无有庆祝的，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念，就是分别念。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听说的时候呢，也应该以难得和一些悲悯之心来就是听说，以后有因缘有具足条件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法宝呢，也就是在弘扬到这个世界当中去。这样呢，我想是像门峰仁波切这样的这种殊胜的论点的话呢，真的是对这个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应该说这个利益无穷的。下面是会相文啊，会相文。原此世所生，无垢会生理，略所知三根，总成文殊果。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会相啊，就是会相的这个必要是什么呢？因为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详详细细的观察，而这个获得的这个世所胜慧，就是大家都知道，世所胜慧的话呢，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个染。我们一般的实践人做论点的话呢，可能有自私自利的心啊，还有一些名为尼养的心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有各种目的啊。就是现在不管是有些人翻译也好，或者说是写作也，还有很多的书本的话呢，都有不同的目标。啊，就是在短暂的这个计算当中的，有些是为了搞名声，有些是为了搞钱财，有些是为了搞这个那个的。但是门峰仁波切呢，就是他这里选所的这个世所生慧当中所产生的无垢智慧而产生的上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啊，就是结以会见的这个道理的话，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过失。然后略所知三个，当然这个是不是很广的，就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简短的这种篇法。其实呢，它涵盖了所有的这个浩瀚无边的宪宗和密宗的一切这个经典和序部啊，经典和序部。因此表面上看到我们只有104个颂词，但实际上呢，就是它能包括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就是这些教法啊，就是教法。那么这个所说的三根呢，就是愿很多的这个众生呢获得利益，逐渐呢就是让他们都成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真正的果位。所以我们文殊师利的这种果位，尤其是这个听到文殊的一些名号啊，很多的这个功德的话呢，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就是我在《入心论》里面讲过没有？以前我写的那个五台山志啊，就是这后面呢，就是讲了一些这个文殊菩萨的一些听到他的名号的功德。我们发愿念这个文殊心咒的功德，这些都是讲过一点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在网上有一个居士就是问，说是你这个讲了那么多的文殊功德的话呢，那所有的人呢，都这个只学文殊法，就不学其他的法怎么办呢？你这个后果怎么负责？后来我说是这个都不一定，虽然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功德非常大，但是呢，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啊，就是根基不同，我就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啊比较珍贵的这个厂里面就是这个三菱车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车，然后就是打三菱广告的人呢说是三菱车是如何好，就是，然后呢我们不用担心，就是所有的人呢会买三菱车，就是然后因为他的这个真实的这种广告当中的话呢，有些人虽然知道是这个车很好，但是呢他不愿意买这个，就是他买另外一种车。同样的道理，我们人的根基是不相同的。我就同样呢，就是赞叹观音菩萨的功德，有赞叹文殊菩萨的功德的话呢，那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对文殊菩萨这个起信心，也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观音菩萨这个起信心。所以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就我们赞叹一个佛的功德和一个佛的名号的话呢，其他的这个佛呢，就是全部都这个没有人这个度化的，就是不用这么担心，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没有问世的时候呢，可能就这方面担心也比较多，就是就这个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门峰仁波切呢，我们也知道是很多论点当中的话呢，它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就是文殊菩萨在线，这是人们共成的。但是呢，在这个显现上的话呢，就不管是任何一个论点的结尾的时候呢，就经常有就是愿众生获得这个文殊菩萨的果位。然后在第二句的时候呢，也经常这个跟本尊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这是你们看过门峰仁波切的传记，也应该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有这个生生世世的，就是不同的一些这个因缘，就是因此老人家的一些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是经常赞叹文殊菩萨。其实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是这个对文殊菩萨呢就是赞叹的比较多，就是回向的时候也是愿得这个文殊菩萨的果位。还有呢就是摩诃仁波切这个我们上师如意宝对摩诃仁波切的赞叹呢也相当多的，因此最后回向的时候呢就这样的，就是这个三个呢就是回向给众生，让回向众生呢就是获得这个文殊的果位，就是这样来回向的。那么最后这个圆满末义啊，这个蒙闻殊啊，就是文殊与热，心念一心起，以此三所灭，缘三缘奉系。那么最后呢，就是他这个介于这个会见的话呢，就是其实是这个说到这个文殊菩萨的一种这个加持啊，就是加持呢，就是他就比喻成这个璀璨的日轮，就璀璨的日轮，让我们这个修行人的心的这种莲花呢，就是依靠这个璀璨的日轮的光芒啊，来这个启开。就是这是以这个信呢，就是通过这个信心来这个启开啊，就是对这个因为这个莲花，就是莲花的话呢，你没有这个去向眼光呢，就是它不可能去开的。因此，我们这个人的这种像莲花般的这个心呢，就是一定要以三种这个心性的引发下呢，就是它可以这个有这个就是证悟啊，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是机会。然后如果这样的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心性的莲花启开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就是可以这个就是流露出来。就是很多这个善所啊，就是上面所讲到的这些善所和善妙的这个语言的这种风靡也好，或者是画质啊，就是画质呢，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可以涌现出来啊，就是空现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愿所有的这个善愿者，具有这个殊胜前世今生当中对大乘佛法有一定因缘的这些这个密封呢，就是自然而然集聚。意思就是说呢，摩诃仁波切他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形象化的这个比喻来，就是拟人的这种术法来，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谁获得了这个文殊菩萨的加持的话呢，就是那么心里的这种奥秘和心的这种本性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开悟啊，就是自然开悟。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自然而然就是能说出了许许多多利益众生的三秒的这些语言。你如果能这个说出三秒的这些教理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有缘的弟子呢，就是蜂拥而上，就是自然而然呢寄居在你的这个身边。那么这个时间当中呢，就像是这个就阳光这个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莲花会启开的。莲花启开的时候，里面的这个花蕊里面的花籽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显现出来。那个时候呢，就是蜜蜂啊，就是这释放的这种蜜蜂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寄居的。同样的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说明呢，我们这个后学者啊，就是大家呢应该对这个文殊菩萨呢有这个虔诚的这种信心，经常呢就是去祈祷啊，就祈祷之后的话呢，通过文殊和自己的信心这两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应该为开智慧啊，开智慧以后呢，你就出口成章啊，就不用天天的是苦苦的这个背诵啊，就是不用。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那样的，每天都是也不用背诵，也不用念什么，就是每天都是这样修行。但是以将近说法，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承蒙文殊菩萨的这种加持，就是全部都自然而然这个流露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呢，上师如意宝的一些道歌里面也是有，就是不用什么就是特别清楚啊、苦修的一些那个就是知识分别念，就是不用的。就是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这个智慧的福藏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流露出来了。就是到这个时候呢，利益众生呢，就是也没有任何困难，也没有必要就是到哪里去啊？你可不可以到我寺院里面就是来我给你讲法，就是然后来一个弟子的时候呢，就是他特别高兴，第二天开始准备转法轮，就是第二天这个弟子又跑了，又非常伤心。那没有必要，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开启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就是只要这个佛法三秒的因缘具足的时候，释放的弟子的话呢，自然而然会这个就是显现，就自然而然会来的。所以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是就是不用怕，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弟子啊，就是大家都害怕，就是这里人太多了，这就是应该说是文殊菩萨和传承上师们的这种加持，就是在别的一些道场当中不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藏地的很多啊，就寺院里面的话呢，以前
就是大概是在这个70、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还算是就比较多的一些寺院的话呢，那就有些法师们怎么样，天天讲经说法也是一天烧一个，就是然后最后呢，就是好多弟子都就是越来越减少，就有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在座的有些这个法师的话呢，就是其实祈祷文殊菩萨真的非常的重要这个平时呢就是自己这个当然自己的本尊是哪一个都没有什么差别的，但尤其是我觉得是通过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加持就自己的这种记性呢自己的这个取舍这个善恶很多方面呢。我们这个智慧的本尊就是文殊菩萨的加持呢，就是真的是不离开的。因此呢，就是大家都多念这个阿拉巴扎那的。好，下面是孝子就是此皆一会见，我本有书写之意，今日蒙智者。经一传就是叫做是他是单笔讲成全清我经常这样想的，因为摩诃仁波切他承认智者的话呢，那个人是可能非常非常了不起，但是摩诃仁波切传记当中的话呢，这个也不是成为特别就是大的这个弟子就是那个拉松单笔讲的，但是摩诃仁波切。面前就他承认为智者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但是这个是我们讲义的这个作者，就是讲义的作者呢。那讲义的作者他自己呢，就下面说了，就是本来摩诃仁波切呢，就是早就有利益众生准备写这部论点的这种意图和打算。然后来呢，就说是我们这个我党呢，就是恭敬弃庆，就是他因为这个智者呢，他就自己对自己没有这么说，就是我党恭敬弃庆以后呢，就是摩诃仁波切才给我们做了，我的就是以前也是经常想，就是摩诃仁波切承认为智者的话，那可能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于胡第年3月29日1日内就是1日内，就是我们这个背诵的话花多长时间？摩诃仁波切这部论点1日当中完成的。文殊欢喜摩诃仁波切撰写原记详共有104颂3载这次呢，我们这个戒义会见全部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我心里呢也很高兴因为这部论点虽然表面上看到104个颂词，但实际上呢希望你们以后的话呢，也真的是经常要这个看一下里面的有一些道理呢，不要忘。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你的这个精神来说，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利益。尤其是摩诃仁波切的这个教言的话，真的是就相当的这个殊胜。就这一点，很多道友呢也应该有所这个了解。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总而言之，这次我们所讲的这个法呢，就是已经。圆满了，愿这个功德呢，就是回向一切众生，祈愿就是释放这个高僧大德呢，就是长久住世，佛法呢，就是越来越兴盛，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获得了暂时和究竟的利益，而这个念诵回向文。所能得以等切那些我们出版。知本作业多阿多。